强老师，加油！对了，我想起来一件事。11假期你打算怎么过11吗？没想过。前4天呢，我在千岛湖有一个研讨会，你要是没事情的话，后面来千岛湖我们一起过吧。好啊，千岛湖我还没有去过呢。那就这么定了。上一次去杨树是公干，那这一次我要怎么和我爸妈说呀？我爸妈他们还挺严格的。我跟你外公是见过了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安排我父母跟你父母见一面。我认真的。搞这么大阵仗干嘛呀？我想个办法。自己想办法，自己想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，一起去。有我在呢，你爸妈肯定放心。这哥在呢，谁敢造次啊？不是你说什么呢？人家莫老师光明磊落的，就算你不在，人家也会有理有节的，好吗？行，你说的都对，行了吧？我还没陪您说感谢你上次请他们吃零食，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一起去。我没听你答应啊，我怕你万一11有安排呢。没有任何安排。你看看你，拿出怼我的劲儿啊，骄傲一把，说我不稀罕，我11还要回家呢。我对有才的人从来都不骄傲。哎，珊珊，你们什么时候走啊？跟我说一声，我看看票。去的人很多，统一订票，钱到时候再算吧。行，替我谢谢他们了，我一定去，风雨无阻。知道了，我先干活了。那珊珊，我陪你去的这酒店和机票钱咱……哎，不，你脸怎么那么大呢？你出去玩让你妹掏钱啊？行，我呢就勉为其难自掏腰包，去和你心目中的才子佳人一起去度假，行了吧？这种好事别人求都求不来，你还嫌弃上了，你可真搞笑。那我又不认识，那不是你偶像吗？哎呀，行，去吧。愿我柴桑百姓都如我沈策，至亲不离；愿我柴桑大军能守江水这个也太感人了吧，百战不殆，是吧？愿我中土终有一日驱除外族，永消战乱。你手机响了哦。你先看着我接个电话。替我谢谢你朋友。还遗憾呢？有吗？饭都吃不下了，骗得了别人，骗得了我吗？我这也说不上是难过吧，就是这次活动是我们完美主办，又是强老师推圈，我没能参加，确实还是有些遗憾。不过走调能上，我还挺开心的，毕竟有些人能顶上嘛。长大了，有前辈风范了。现在，你这说的好像你多大我多小似的。去，不吃了。不吃了。哦，本来还说冰箱里有好吃的，分你一点，那算了。哎，别算了呀，姐，错了。啊？什么？听不见？错了。哒啦！我爸做的酱鸭腿儿。你爸做的酱鸭腿，我最爱啊，特地给我做的吧？对呀，
他说你爱吃，特意让我带的。昨天晚上晚饭都不让我多吃，就怕给你带少了。替我向叔叔带个好，半个老爸一样的存在。不，要是哪天你回心转意爱上我了，那就是岳父一样的存在。我爸可没这福气啊！别闹了，是我没这福气吧？你爸妈人多好啊！再好那也是人家爸妈，再好是豆豆姐也看不上的。我没指望他能看上我，能给我带尖牙腿就行。可是。干嘛？忽然看上我了，对我笑这么甜，小熊表白你啊？豆豆，回来回来。莫老师下周不是要去开会吗？说让大家一块顺路去玩，你组织一下呗。你们两个大男人不组织，又让我弄啊？我帮你弄。让老大帮你。主要我不一定能去，我11只能休1天假，到时候看情况吧。你11只能休1天假？没办法，缺人手。怎么，想让我去啊？哦，大家都想让大家一起。我尽量。哎，你跟他们说啥呢？表哥是吧？生生表哥。对，我是生生的五表哥。5个表哥。对，我是第5。哎，所以你们俩是情侣吗？他是我们员工，我是他老板。对，我俩没任何关系啊。对，没有关系。哎，那个什么，你们有什么想吃的、想喝的、想玩的啊？跟我说，千岛湖我熟。哎，李少，你家不是安城的吗？什么时候家族业务都拓展到千岛湖来了？哎呀，这个郑哥不愧是商业人士啊，这都被你猜到了。有没有什么好玩的项目推荐啊？越野车，还有热气球，没玩过吧？这都有。越野车在岛上吗？对，就是那个在泥地里面玩的，特别刺激。我每次来都玩。不打滚的。这个可以去。你想去我就跟你去。困了？昨天陆哥和直播都赶一块儿了，睡觉加起来没2小时。那一会儿到酒店赶紧补觉。那不是浪费一上午？先睡，才有力气玩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，大家？北少安排的这个环境还可以吧？哎，小王，低调。哎，各位，我这安排的不比老朱在杨树安排的差吧？比他强，差多了。这3栋啊，都是咱们的，上下2层，一栋住4个人。我给大家安排一下啊。莫老师，这你们小情侣住这栋啊，小情侣亲近些。那小信跟我住一栋吧。哦，好啊。来，小信，还卡来。哎，那我跟莫老师住。哎，不行，我要跟我妹住一栋。我是人生地不熟的，多尴尬呀！你跟我住一栋。我不比你人生地不熟。哎，一如，要不咱俩睡一张床，咱们4个一块儿。对，你跟我们一块儿。来，你们别废话，跟我你们住这栋，这栋。来，王跟我，跟我们走，是吧？这边也好，这边。932，走。你跟我来，你走这边。走吧，4位老师傅。走吧，这几个。咱们风中的4匹孤狼。哇，没事了。小信，那我们住2楼吧。好呀。好啊，来，我帮你们拿吧。走，来，上去看。哇，这个景色好美啊，珊珊。好大一面玻璃。箱子给你们放这儿了，你们要帮忙的话叫我一下。谢谢。珊珊，我想洗漱躺一会儿，昨天激动了一晚上都没睡着。好。天气这么好，你们仨准备躺一下午啊？
累呀，多舒服呀！啊，王老师，下午去哪儿？还没想好呢。那先给你们拿点喝的。啊，我要可乐。我也要，谢了。你们都不出去吗？困啊，昨天晚上没睡，值班来着，主要不好意思在屋里睡。你说我和顾生他哥俩男的一张大双人床，怎么面对彼此？还不如出来晒太阳呢。木木怎么都睡了？他昨天开家长会，一屋子家长一个一个和他聊，好不容易回家了，他妈又跟他聊相亲，聊到半夜。今天早上4点，他妹又拉他起来谈心，说最近学习压力大，就把他给累坏了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这来的路上念叨一路了。想出去看看湖吗？不着急，你不是困了吗？先补个觉啊。只有3天，舍不得睡。我2次自己出来长途旅行，都是和你。荣幸之至。那要不你先躺会儿，我们待会儿再出去。开了这么多天会不累吗？要不要睡一会儿？我还好。我们自由，我们被彼此酿成酒，沉醉着就在沉醉中，感受你声音漫过我心口，难过几声没有尽头。刚下完雨，空气真好。下了会儿毛毛雨，开心吗？开心，非常开心。你刚刚干嘛去了？出来溜达了一会儿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等你睡醒了，带你出来。你看，那里有个岛，好可爱。那个吗？你说，岛后面是什么？想知道？知道了。哎，你看，来了！
准备跳好，1、2、3，走！哎呀，你先。哎呀，我没有那么干，他干嘛呀？我先去找他一下。你等会儿，你先。快啊！上！你家打！哎，球啊！哎，周正，我说你干啥呢？脱不脱，游也不游的？就是，刚刚游泳的是你，现在站着不动又是你，对不对？你是小智吗？还是张伟吗？你为什么不游啊？我背我身不行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哎，罗贝，对。哎呀！杨森达呀！你看他这是想秀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一条马黑鱼。你如何感谢小新？要不咱哪有这么好的福利啊？谢谢小新。哎，我说刚才怎么磨磨唧唧的呢？原来在等某人呢，这是。你小点声，让人听见多尴尬呀！有节目了，有节目！哎，心机 boy，快过来啊，心机 boy！来了，你们学习啊！来了！你不下去一起游啊？我不下去了。你呢？我也不下去了。那我先下去了。大宋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水花清泉，下去一块玩。家过来，行了，来，放松。哎，董宇说，我妹怎么还没来？是不是跟那摸星蛇在一起了？我得去找她。哎，你少说我们不去游泳没关系吗？他们太吵了，让他们玩吧。反正现在天也黑了，估计他们很快就回来了。哇，好美啊，好多星星啊！平时在城市里根本就看不到这么多星星。你看到人马座了吗？人马座是哪个啊？那个。哪个？来，坐下。那看见了吗？上面是个三角形，下面有个四边形。哦，看见了，下面一个四边形，上面一个三角形。哦，还有什么星座啊？我看看。来，躺下来。啊，那远一点的那个方向，那个是天蝎座。天蝎座什么样的呀？S 型。S 型。这样，看到了吗？
看到了，看到了，S 型的，好美啊！可惜没有带手机，不然有音乐就好。那天你最后唱的那首歌特别好听。喜欢。其实那天唱的有点太正经了。还有不正经的唱法吗？想听？我们清唱一个吧。好。渡头桥外，芳草连绵，万岁山，百年梦去，烟来烟还，边河转。早醒自身都在梦，醉醒几时已恍然。故人间，相逢已别离难。嘿，是什么原因？心咚咚跳不停，世界都变得好安静。嘿，慢点儿。想象过的你，感情不是你是怎样的表情？不是，你这么着急让我沉迷。这么大夜了，还能丢了不成啊？顾佳，你干嘛呀？哎，你慢点儿！董一茹，你快点儿！不是，你干嘛呀？我跟网上好好的相处的好好的，贼开心，反正你非要把我叫回来呀？我今天没推你下水吧？再说了，我妹今天没来，我担心她，我来看看她，不行啊！你妹和人家在一起能有什么事儿？人家已经成年了，好吗？你成熟点行不行？你看啊，这可乐明显是刚倒过的，还是冰的。哎，你这冰吗？这不挺暖和的吗？懒得搭理你。你干嘛呀？哎，顾佳，干嘛呀？我刚刚确实看到这灯好像灭了一下。你别疑神疑鬼的了，行吗？顾莎，顾莎，哎，不是，人家在了你不礼貌，人家不在你是不是也挺尴尬的？这样，你陪我边玩，我陪你边找，好不好？啊？边玩边找啊？啊，边玩边找，好不好？行，边玩边找啊？边玩边找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看那边多热闹，他们肯定在热闹的那边，怎么可能？在那边？哎，对，你就那边，在。好像走了。哎，等，你先别开灯，万一他们又回来了怎么办？不对呀，怎么了？我们就在庭院里坐了一会儿，也没做什么呀。这样躲起来，好像我们真的做了坏事一样。你想不想喝可乐？我给你倒一杯。嘘，你小声一点，万一他们听到了。好。困不困？下午就睡了一会儿。
我把空调给你打低点，你盖起被子睡觉舒服。晚安。我跟你说，这游泳其实特别简单，你把头仰着，手这么一划了，脚一蹬不就过了？晚上别回来了。生生睡着了，你找别的地方睡吧。怎么了？笑什么呢？那个，你们饿不饿？要不然咱们找一餐厅吃个宵夜啊？哦，好啊。哟，我嗓子有点不舒服，可能有点感冒了。你那儿有药吗？哦，我那儿有，我给你拿吧。嗯，这样你们先去，一会儿我找你们。行，那一会儿把地址发一下。哎，豆豆，我们有点感冒，一起去吧。啊，我没有啊，你有？哎，我行，一块吃点预防。走。啊，那一会儿找你们啊。好。他们怎么都感冒了？可能是体质不太好吧。我下午看那边有一餐厅，人还挺多的，应该味道还不错。要不然我们去尝一下。好啊。走，走。等一下，你干嘛？当真啊？回来干嘛呀？干嘛呀，董一说？有瓜。我以为你真感冒了。人家发现你，你尴尬；人家不发现你，你不礼貌。吃瓜呀！有瓜你都不吃啊！9六，先撤，先撤，先撤！啊！走了，走了，别看了。这么冷还喝凉的，我看这个感冒药迟早有一天给你用上。凉吗？你烦死了你！你说莫老师谈恋爱，周正追姑娘，就剩咱俩在这儿大眼瞪小眼。晚上有没有能玩的项目啊？这附近吗？嗯，好像没有吧。我这假请的也太没意思了，一天不会就这么过去了吧？没有啊，今天还有2个小时呢，还不算过去。不行，大家都有活动，我们也得有，不能就这么回去睡了，太亏了也。哎，怎么了？算了，懒得去了，还不如和你待一块儿呢。什么话都让你说了，真行。孤家寡人不配有双人活动。对了，你就没想过找个男朋友？你不也单身吗？催我干嘛？我没时间。哦，我有时间啊！你们仨各忙各的，把录音棚抛给我，那我不时间精力都放在棚里吗？我有时间啊！而且出门连个带药都没有，
我现在这样纯属被你们耽误的。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可就真内疚了。哦，那你最好内疚一下啊。这个算你欠我的，以后记得还啊。行，你这份情我定铭记于心，不敢有忘。看我干嘛？想好怎么还了？好好吃啊！还有这个也特别好吃。你晚饭是不是没吃饱啊？你吃这么多？没有，主要是您找的夜宵店太好吃了，我也没忍住就吃了那么多。估计回去我又得胖几斤了。没事，你要是怕胖的话，等会儿你吃完饭我陪你去溜达溜达，消耗消耗。在阳朔的时候，你一直都挺照顾我的，谢谢啊。回去本来是想请你吃个饭，感谢你，不过，一直没找到机会。这样吧，那这顿我请了。不用，我已经买过单了。啊，不过，其实从阳朔回去之后，我也挺想找机会约你出来喝咖啡、吃个饭什么的。不过我怕你平时太忙了，就没敢打扰你。不过，我还挺想见你的。那现在不是见着了吗？啊？想喝冰沙吗？我看那有，我去买吧。没事。嗨，你们不是感冒了吗？好了。好了。我去买冰沙，你们要喝吗？啊，我要芒果的，谢谢。我们去买吧。哦不，今晚我请客。那我去买了，你们先坐会儿吧。等一下。不是感冒了吗？还喝冰沙？好巧。巧什么巧？人都走了还装呢？碰上的，不是故意打扰你们。就是，什么打扰不打扰的？人家女孩没吃饱，陪人家吃个饭。这莫倾城天天光顾着陪老婆，这老婆同学也不管了。咱来的是不是时候呀？后知后觉，咱要不现在走？人家要去买冰沙，浪费女孩的钱啊。
我去帮我拿去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哎，咱俩要不推他们一把？推什么？帮老周树立一个个人形象啊！啊，你看我的。那你跑我这儿坐来了？哎，我饿了，吃点儿。老周一向不是个大方的人嘛。大方大方，吃吧。喝是芒果的啊，谢谢谢谢。太凉了，你慢点喝。你看看，还细心又体贴。老周啊，听说你创业那2年挺苦的啊？干嘛？随便聊聊嘛。咱们哥俩想学习学习你那辉煌的历史。创业谁不苦啊？不就那样吗？你展开说说，你怎么苦了？创业那会儿就天天跑业务，然后跑医院。对，然后他那时候跑业务、跑医院特别累。老周那时候住的也不好，吃的也不好，每天还睡不了几个小时，是不是？最后跑着跑着，还把女朋友给跑没了，至今单身。你说，老周这么好一大小伙子，怎么会至今找不到女朋友呢？是不是啊？哦，宝贝，你要是吃饱了撑了的话，就得多吃点，好不好？怕堵住你那张嘴。还跟你说害羞了，我吃。你不是要看灯塔吗？走吧。我还没喝冰沙呢。带走。哎，你这臭脾气！你俩聊啊，聊。气氛还没烘托完呢。够了。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！披上吧，别着凉了。哦，你不冷吗？我不冷，我身体好。谢谢。客气。2点多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好啊，走吧。走吧。我先送你回去，然后我再出来溜达溜达。你不困啊？那个，我刚忘跟你说了，莫老师他给我发信息说生生在我房间睡着了，让我别回去了，让我在外面找地方睡。那个我想着也就只能在那个藤椅上睡一晚上，还不如出来溜达溜达呢，是吧？溜达一晚上也不行啊。那不然？不，我跟你说这个绝对不是想蹭你房间睡觉。哦，我也不是那个意思。反正我不困，我陪你溜达溜达嘛。我看这湖岸还挺长的，说不定走着走着，我们还能看到日出呢。但我看你这走的越来越慢了，是不是累了？可能是爬坡吧，是有点累了。那我们在这坐会儿吧。好呀。
其实跟你聊天挺开心的。我跟你聊天也挺开心的。那就再聊聊呗。聊呗，想聊什么？你创业时候的事。我创业时候的事，怎么说呢？我小的时候啊，就一天调皮捣蛋的，也不爱学习，知道吧？后来毕业之后，认识了莫倾城、付雅颂他们，我就想着，怎么也不能跟他们拉开差距吧。然后创业的时候啊，就还挺努力的。这话说回来啊，其实你身边的人真的很重要。如果他们都是积极向上的话，你也会被带着往上走的，对，我跟珊珊就是这样的。是吧？你看，托这2个好兄弟的福，后来我创业阶段啊，也算是比较幸运，也算是创业成功吧。那你跟你女朋友怎么就分开了？那会儿刚创业嘛，然后也比较辛苦，没什么时间陪她。后来感情慢慢淡了之后，就分手了，和平分手。谁提的？他提的。那你后来没有再去找过他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感情这个东西吧，是2个人的事情，双向奔赴嘛。如果只是一厢情愿的话，也没什么好结果。我也觉得，所有的感情都需要有回馈。事事有回应嘛。行了，不说这个了，咱们再走走吧。这越坐越冷了，是不是？走走呗。走，走走。那个，说说你吧，你这以后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想研究生顺利毕业，有一个我喜欢的工作，最好是能遇到一个我喜欢也喜欢我的人。哒哒哒哒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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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现在真的在这儿睡了一会儿。小心。你就来给我捏捏腿，知道？醒了。啊，那我上楼洗漱一下。啊！你怎么才回来呀？
绝美昨晚睡在这儿的。怎么可能？你这个重色轻友的，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，困死我了。一晚上没睡啊？不仅一晚上没睡，我跟他做了一夜，天快亮了才回来。我本来是想回来的，不过你家莫老师给任觉美发了条消息，说我老婆睡着了，让她找别的地方睡去。那她能找哪里啊？于是我就陪她溜达了一整夜嘛。我总不能把人叫到这屋里来睡吧？我总得进去进去。哦。哎呀，我腿快累死了，帮我摁。这么说，绝美倒是个正人君子啊，没有蹭床睡。他是个大好人。刚6点，再睡会儿。哎呀，说说吧，你们干什么啦？没干嘛，太困了。你们都下午补觉了，我就睡了10几分钟，然后就睡着了。就这样。不解风情故生生。哎，睡吧。你就应该给我敲敲我这老嘴，知道吗？走了整整一晚上，不想说点什么吗？还笑啊！我以前真没发现啊，你原来这么重色轻友的吗？你得换个角度想，我这不是在给你创造机会吗？给我创造机会？给我创造什么机会啊？你这人就是想太多，知道吧？是吗？我就算是想发展发展，我总不能去人家女孩房间睡觉吧？我和人家没什么关系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猜到了，你人品还是可以的，但是你们一定聊了一夜吧，比过去更加了解彼此了，对吧？吴敬城，行，开始学会整我了啊！我等着啊，等着。你得感谢我。先生这边请。来，少爷这边。来，菜都点齐了啊！大家随便坐，随便坐。哇，随便坐，随便坐啊！比老多强多了，真是。拍上发给老朱。对，全齐了。行，坐我对面吧。谢谢。你坐这边，你坐这边，我跟豆豆姐挨着。小心。哎呀，这怎么坐呀？来，你随便坐，就坐这儿，郑哥。你就坐这儿。坐，郑哥，我就喜欢你，挨着你有安全感。哎，各位。这的鱼做的那叫一个绝啊！趁现在太阳大，咱们先大吃特吃，吃饱了之后去开越野车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这个好嫩。那什么豆腐？你们吃这个，吃一个。这豆腐，快往上。谢。这好好吃啊！你多吃点啊。豆豆。你们房间能多加一床吗？可以啊，怎么了？你让小星跟你们2个一起住吧，你们3个人热闹。那生生怎么办啊？生生怕黑，你让小新过去，他怎么办？对呀，而且他们2个室友住的挺好的，干嘛去我那儿？怪挤的。豆豆，来。缺脑子咱就补脑子，吃点鱼头。什么？你跟小新很熟吗？现在人家住哪还要管？不用。
哎，表哥，喝鱼汤吗？啊，谢谢。客气。怎么样啊？这挣回的是不是不错？也就那意思，这还差得远呢。吃个虾。干嘛呀？你吃不吃啊？我吃，送过来哪有会要回去的道理？好吃，你也尝一尝。红烧肉。慢点吃，小心刺。张你没有。哎呀，西瓜怎么这么甜啊？哎，木木老师，吃个菠萝，酸一酸。剥虾啊！来，王老师，剥虾啊！不是你这虾剥的是虾皮也没去，是虾线也没去，这叫单身者互助。不行，你剥我吃。我给你剥。咱们单身狗互助一下吧。行啊，那你帮我弄，哎，我帮你弄。来，你帮我。哎，等一下我帮你。来，哎呀，紧了说啊。紧吗？可以。好，你们弄好了上车。好，选个车。那个好。走吧，上车。你干嘛呀？你今天稀奇啊，不当你没看砒霜了。你这一天不损我心里难受是吧？那你得看我今天心情怎么样。我看你这一个人挺可怜，我陪你一辆走吧。谁可怜了？这儿可就你不是这圈子里的。我明天回去就注册账号。那你得叫我是前辈。懒得理你。跳车。那叫你去吧。哎，注意安全啊。好。哎，那咱俩一辆。哎，行，我同意了。反正这都是一对儿。我也同意，你俩就坐一块完事儿了。你同什么意啊你？木木，那个车跟咱俩衣服颜色挺搭的，坐那个。哎，我跟豆姐他俩什么情况？你看，让你嘴欠吧，裤把你的地上吧。你没说。哎，你们耍赖啊！哎，先走。哎，我先想到了。你耍赖啊你！下吧你了。真是。你等会儿慢点。安全第一。哦。系紧了，系好了。谢谢啊。谢谢孟老师。行，那我过去了。咋不来招呼我呢你？细心呢，他不光对生生好，对我们也好，完美。这还有待再观察观察。
莫老师关心完粉丝回来啦。只有粉丝吗？一箭双雕，不愧是莫老师。各位，这个地方我每个月都来，大家看好我注意安全，好吗？好，慢点啊，注意安全。你打我呀！哎呦，你要不我来吧？哎，大哥，走。行不行啊？木木，你就不能开快点吗？安全第一。为什么？来，哎，好了吧，好了吧。对，这个有了吧？这串好了。OK。来，给我个盘子，我这个。来。我一次比你大10岁。耍我呢？串来了。哎呦，谢谢豆姐。客气。这什么？哦。来，莫老师烤的。好，谢谢。你俩别拍了，五花肉串好了，特别好吃，你尝尝。五花肉啊，来。哇，尝尝好多吃的，好香啊！搞点辣椒。哎呀，小心烫啊！表哥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哎，无边烧烤，美景美食，总感觉差了点什么。你看，差了点什么呢？这么美的美景，这么香的美食，难道不值得莫老师为我们高歌一曲吗？大家说是不是？可以。真的？怎么不想听啊？不，莫老师难得开金口，你想唱什么？朝夕。哦，哇哦，朝夕，哎，我知道朝夕是不是某人的定情曲啊？哎呦，那定情曲要是一个人唱，可太寂寞了。那必须得2个人的词。可以吗？你想唱，我当然奉陪啊。OK， 那我来伴奏吧。生生，你想唱个什么调？降 A 啊，降 A。哦，哎呀，降 A， 我来，下一个你来，下一个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你别晚了，你看我弹不弹吧？来吧。是不？千万个朝夕从何说起？描摹一笔山千余点怀心，一点一滴勾勒出昨日情。情缠绵千万个朝夕，温柔如倾城雨，轻落在梦外梦里，此生有你。太好听了，你俩真没合过吗？确实啊，你刚才生不愧是魅力差点难住我，给我架那儿了。你刚是不是说了妹夫？听完你们唱，怎么可能啊？你听错了，对你肯定是听错了。豆豆姐，他说了妹夫，我好像也听见了。豆豆姐，你也听错了，你怎么能向着他呢？我没说啊。终于承认了。哎，真的，这听得我心里太痒痒了。来一个，心早就痒痒。哎，饥渴难耐，让给你，瘦小子。那我们俩唱个《偷凉记》。来吧。哎，
这个我也会。真的假的？我学过这个鼓。不是你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让我来一段，让我来一段。你们行不行？哎，你别看我五音不全的，其实我节奏感还可以。哦呦，来，默默给我拍一个。怎么不弹吉他呢？好，那现在由我跟斐少外加上慕白吧，鼓手再来一首《偷梁记》，大家掌声鼓励啊！3、2、1，走。哎呦，可以啊！还没开始啊？前奏，前奏，太急了你。蛙声催来树影，池塘乌梦初醒。雾来困人天气，雨刮懒散下庭。旧曲北大农民，等到天象征一征兵。浓稠了诗意，声音悄悄都醒。借一支舟楫，趁闲摇过长堤。骤雨刚刚途经，晚晓两朵拂去。手边荷叶亭亭，成就是千人一曲。晚风却心多唱我一情，榴花撞破了木窗棂，晒一晒大墩的湿气。夜里微风青草蝉鸣，盖着满河天星。有无知趣的流萤，偏要与月色攀比，照得心事同鸣。八月梦着冰天雪地，乘烈酒几周又回忆。呼吸莲叶暗透浓密，抱负有限节气。生涯有春手笔，不劳谁题诗作序。我和你挽蝶中热烈天地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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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我和你挽蝶中热烈天地。听晚城阙明月苍鹭白马入芦花，东流上层万般风流皆似他。今年岁月散落芳华，人心漫过淡忘不悲伤，银白大身旁风能变你想喝可乐吗？你想喝吗？嘿，是什么原因？心咚咚跳不停，世界都变得好安静。嘿，想象过的你是怎样的表情，让我沉迷。Slowly, slowly we fall in love. Slowly, slowly I can't leave you. Slowly, slowly I am with you, I love you. Slowly, slowly we fall in love. Slowly, slowly I can't leave you. Slowly, slowly I am with you, I love you. 来吧，来，咱们喝一个吧，来，哎，这真的是一汪湖水两个世界。我看看。哎，你们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别爱看，走，就你爱看。莫老师这人还是靠谱的，你没交给他，放心吧。放心了，放心吧，五哥。放心。这个我喜欢。一如，哎，一如，放你们那边。哦，谢谢豆豆姐。豆豆姐变了呀，以前有好吃的都先给我，现在不一样了。怎么这么小心眼儿？跟小姑娘抢肉吃。要不给你？不用，他开玩笑的，你们吃。小心眼儿。
我要那个。你自己没手啊？啊，给。这豆儿姐手里的就是香呀！那必须，这说明 CP 感情还在。哎，冯小聪，你这样，豆豆以后找男朋友，你是抢啊还是不抢？那必须抢啊！我先揍他一顿再理论，必须先武戏，然后再文戏。和我抢 CP， 也不看自己几斤几两。你们别见外啊，我这兄弟什么都好，就是爱吹牛。戏场来不了，你这来，以后祝你们文戏武戏都有。明早一起起来去射箭。来，脚与肩同宽，可以靠前拿，也可以这样拿。OK， 来，接下来表演一个剑神上身。哇，好厉害啊！我再来一次。你来。看好啊！五环，比上次强多7环，射中了，差点意思。太厉害了！哎，我已经很认真了，这是我第1次射箭，能射出去就不错了，你不许笑。凡事都有第一次嘛。再试一次。好。肩膀放松点，肩膀放松，不要抖。哎呦，这边是教学局啊！我有点坚持不住了。你搔手吧，搔手吧，搔手吧。可以，再来一个。加油！累了，拉不动了。眼睛、箭头、靶心，3点一线，然后迅速撒放，1、2、3。哦，好厉害！是你厉害，学得很快嘛。再来一次。好。你可以把这个手放在这里，因为你力量太小，拉不开。你先把这个试着拉在前面这里，对，抵在下颚位置。哎，想上手又不敢，还是得咱俩帮帮他。抵在下面，对，然后推，对，然后肩膀放松点，放松一点，哎，对，可以上马了，进步很快嘛。学妹，再来一个，敢不敢跟我比一局？我觉得你不敢。想比什么？咱们就比3支箭吧，然后比总环数。你正哥30支箭都跟你比，还3支箭。你可真敢硬！我大学时候拿过冠军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不信你问匪少。你是不是以为你真哥是厦大的？啊！王八指。我重申一下比赛规则：每人射3箭，总环数高的人获胜。1道，2道，1道佐证。加油！一会儿放点水，听见没？别抢了学妹老师风头。不可能，我今天非得治治他。来，每箭只赢1环。佐证8环。我们悄悄的跟他们好，加油！慕白，帮我拍照啊！来，看看我们这个职业选手什么水平啊！两位要是还不在一起，你都对不起我让你，因为下一个。王可7环，学美领先1环。5环。哎呀，还能射到10环。欢呼声在哪里？周正5环，有点风大。我怎么办？我也不能脱马，太明显了。你也是个5环，是个5环，行。绝美，你这也不行啊！我看。别废话了，快点的。王克老师，到了你反超的时刻了啊！能不能反超呢？王可6环，现在双方打平。再点。
往上飘了一点，懂吗？哇哦，喜欢。好剑，好剑，厉害呀，周老师！这最后一射啊，王珂老师压力非常大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现在非常紧张。来看看我们王珂老师最后一剑。王珂7环，现在宣布比赛结果：周正总环数21环，周正胜！来，周哥你太帅了，不愧是绝美佳艺啊！你随便一打就胜过我这个半职业选手。什么职业半职业？你这就业余水平，脚趴趴，你这动作都不对，这都踩界了都。哎呀，周老师教训的对，我还在练，还得再练。我在松手。哇，10环。太厉害了！你跟我练练啊。那我学一下吧。行，来学一下。10环。谁10环？谁10了？真的假的？是你吗？是莫老师的。3剑一共总把数22环。哇，22环，太厉害了，生生！周你简直是叫我可得炫耀炫耀！哇，他比我还多1环呢，太棒了！李公子今年冠军！所以说啊，有时候天赋很重要，对吧？天赋异禀，你看这俩人，冠军。晚上吃点什么呀？和我一起吗？哦，不知道哎。那一会儿出去看看，看到什么吃什么吧。约会啊？没有，绝美她胃口不太好，就约了一起去找点特别的东西吃。哦，特别的。没什么特别的。啊，好啦，最后一晚自由活动，别回来啦，拜拜。射箭，某人和老婆全程低调玩耍，把大家当空气啊，哈哈。要不要睡午觉？不是要先去吃东西吗？饿了。饿了。想吃什么？想吃椰子饭。认识你以后，用光了我这几年攒的假期。那我们是不是下次旅行要很多年之后了？有可能。不过，我有时候也会在全国各地开会，
你要有空的话，开回间隙，我可以陪你逛逛小吃街、名胜古迹什么的。习惯了，每天都可以见到你，一直见一整天，还有面对面说晚安。哎，你干啥？太热了，回去待会儿。哎，带上我。跟屁虫啊！跟你说啊，这离别再近，这俩人气氛太绝了，此地不宜久留啊。今天这天气还挺不错的啊。嗯，风也挺舒服的。醒了，嗯，睡得好吗？还有不到20小时，找点事情做。难得假期，别浪费了。嗯。哥，你们在这儿干嘛呢？不热吗？我看这太阳挺好的，我俩不出来晒晒多浪费呀。而且这还有水果，还有水，我俩玩玩手机，这不也挺好的吗？他其实因为要回去了，舍不得你们，但不想打扰你们，就坐在这儿，能多看到一个看一个。我们一会儿要出去找吃的，要不然一起吧。你们俩约会，我去不好吧？没事儿，一起吧。装什么呀？走吧，这么好机会。对啊，人多热闹嘛，一起去吧。
他俩经常这样，我都习惯了，我哥也习惯了。哎，要不我们到那边歇会儿，看会风景。嗯，好。对，哎呦，我的妈！哎，我不，快走！让你追上你追不上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好美啊！天气好好呀，要是每天天气都这么好就好了。对啊，每天都这么好就好了。你要天天这样，那还不要了我的命呢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心情好啊，放过你。一竹啊，这是给你的。给我的。你们所有人的签名儿。非常感谢你对完美配音的支持。是。说谢谢。哦，谢谢莫老师，你们的签名我上次排队都没买到。哦，还有那个没在场的各位老师们，你也替我表达一下谢意，我真的喜欢了你们很久很久。好了，不用跟我客气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以后又不是不见了，对不对？不是。好啊，你要实在想感谢的话呢，你就自己留着跟他们说。好。咦，好了，是，你太好了。给我看看。我不给你看。小气，就这么几张。我就说吧，莫老师人品肯定没问题。确实还不错。是吧？但是这才哪儿哪儿啊，这时间还长着呢。今天对他放心，不代表永远放心。莫老师真金不怕火炼，他肯定经得住任何考验。又开始了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给我看看，看一张，就这。哎，这干嘛呀？烦死了！这么珍贵啊？行，那我都给你拿走。谢谢你。也谢谢你们。我先去拿行李啊。那我走了。你到家给我打电话。好。我还有些舍不得让你走。刚才想狠心告别的感觉都没了。那要不我陪你上楼，见见你爸妈？他们都睡了。我跟你开玩笑的。吓死我了。那我真走了。晚安。晚安。拜拜。拜拜。
走吧。走走。别不舍了。还不睡？路上睡够了。是睡够了，还是心里有事儿？全世界都知道你喜欢他，只有你自己不肯承认。我就怕万一开始了，以后分手之后，连朋友都做不成了。你是把我心里话逼出来了，不发表点意见吗？我没意见，祝你成功。我又没说我要表白。提前祝。万一我要是表白了被拒了怎么办？拿出诚意，继续追。喂，我不太睡得着，直接来医院了。你昨晚睡得好吗？我想你了。有多想？很想，很想你。我也有去超市看看，看看有没有卖椰子的。你不是想吃椰子饭吗？我给你做。是不是还困呢？再睡会儿。睡吧。好，拜拜。哥，我们回来了。哎呀，回来了，你提点土特产。对，行，没白疼你们俩臭小子，也不枉我这天天熬夜加班放你们俩出去疯。这不是嫂子不让你跟我们出去玩啊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那叫尊重。茂哥能放嫂子一个人在家过节吗？行了，这趟玩的怎么样啊？啊？哎，我听说这生生曼他哥也跟着了。哎呦，你可别提了，他那个哥跟个人肉监视器似的，那寸步不离的跟着。这要不是我们把他牵制住，莫老师这次假期就白去了。哎，
你说他哥回去会不会瞎说呀？你对咱们完美配音的门面担当多点信心好不好？也是，不然咱们不把他哥白泡水里3小时吗？皮都泡皱了。泡水里？泳池派对，来啦！可以啊，你们玩的啊！哥，你知道吗？这次假期啊，莫老师跟生生的感情那是逐步升温。但是最有福气的呢，却是利用他人。按说这个周正也该提提速，表面上看是个情种似的，关键时刻来真格的，哈，那个怂样我看着都着急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对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我怎么不能知道啊？哇，你这是人在家中坐，能知天下事了已经，佩服啊！小场面。哎，给我的啊？哎，对，给您的。那我不客气了啊！哎，哥啊，我买的，开工干活啊！行啊，那热一下就能吃啊。人不知道，让你提醒，开工了，我挑的。哎呀，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周末的时候就在家看电视，好好休息休息。我们来不就是帮你做家务的吗？老三，哥，老三，不是喊你收衣服的吗？你怎么让生生上去收呢？我做鱼给忘了。你忙，你跟我说一声啊！你赶紧去看看那鱼啊！好。哎呦，没事，没事。坐。哥，我帮你一起。生生啊。生生，我一哥们儿给我发信息说，超市对面的医院着火了，消防都去了。着火了？怎么回事？我打个电话问一下，顾佳他在超市。对，赶紧问问。怎么样啊？他不接电话，你再打一个。算了，我还是去看一下吧。他不接电话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。哎，珊珊，怎么啦？小静，你找得到绝美吗？找她？哦，我可能找不着哎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莫老师他手机关机了，不知道他怎么了，我又找不到他。现在呢，我又不知道是去医院还是去家里找他，想问绝美她在不在家。你是找莫老师啊？那说不定他一会儿手机就开机了呢。哎，放心吧。怎么了？听你声音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他医院有火警，偏偏这个时候找不到他，我好担心他。我保证啊，他好好的呢，说不定他就是手机忘记充电了，对吧？你怎么保证啊？就是我觉得，我心里觉得他没事儿。你是看见莫老师在哪儿了吗？更小心。哎呀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在绝美家。哎，你过来吧，好像莫老师在睡觉。好了，我现在过去啊，拜拜。我其实没。
娟妹把我叫醒了，说你过来了，怎么了？忽然找我？想我了吗？你手机是不是没电了？没电了。好像真是没电了。真想每天睡醒都能看到你。昨晚加班到2点。刚睡醒啊？睡了不到2个小时，本是好困啊。再陪我睡一会儿好不好？冰箱里有刚买好的椰子，等一会儿给你做椰子饭吃。真的买到了？那够4个人吃吗？不是4个人，只有你和我。绝美和小新要出去吃吗？生生，想不想每天都能看到我？想啊，可是你很忙，我能理解。我外公年轻的时候也这么忙，他经常和我说。想不想随时都能找到我？当然想。想不想即使我晚上加班不在，你也能睡到我们的床上，等着我天亮回来？想不想每天都能听到我的声音？不管多晚，我都能哄到你睡着。想。想就好。所以，从今以后，只有你和我。我只会做饭给我的老婆吃。傻了？哪有人
在床上求那什么？求什么？求嗯，求嗯，求求婚。嘿，是什么原因？心咚咚跳不停，世界都变得好安静。嘿，想象过的你是怎样的表情，让我沉迷。Slowly, slowly we fall in love. Slowly, slowly I can't leave you. Slowly, slowly I am with you, I love you. Slowly, slowly we fall in love. Slowly, slowly I can't leave you. Slowly, slowly I am with you, I love you. 嘿，我有个决定，在每个星空里，我都要靠近你。嘿，我要拥抱你，从未如此决定。我很想你。找啥呢？嗯，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？他俩干嘛呢？你管人家干什么呢？人大人的事，你小孩少操心啊。小声点。哎，不至于。你刚刚拉我干嘛呀？你拉我进去，一会儿生生出来怎么解释？一会儿不是更说不清楚了？解释什么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怎么了？不是吗？啊？啊？不是那个，那行，那个，那你说有什么，咱就有什么，好吧？那你要是没什么，那就没什么。你笑什么呀？没什么。那不就没什么吗？是。行，你别站着了，坐。哎，那一会儿怎么说的？那是谁要知道怎么说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好。几年前，有一天，我在值班室休息。值了几个夜班啊？累成这样。记不清了。吃饭吧。哦，谢谢。好吃。我们社团呢，今年想要做一张专辑，让我帮忙筛选了10几首歌。你帮我听听看。好。放了啊。下一首啦。
那年。夕阳染着脸庞微微红，这怎么没有名字啊？听见两你也觉得这首歌好听吧？编曲、作曲，还有唱这个 demo 的人声，作者是谁啊？还有唱 demo 这个人是谁？可惜我找不到作者。找不到。这个歌呢，是我们在投稿的曲库里面听到的，有很多新人作者把歌曲投稿到我们那儿，经过一些整理呢，我们都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，但是没有名字，也没有作者信息。你也知道，我特别在意版权的事情，找不到作者，我就没办法用。这样吧，你把这首歌发给我，我试着找一下。然后我就找了好多的曲库，那时候的曲库，歌曲信息不全的实在太多了。那个声音，我一直没有找到。你不要告诉我，就是我上传的那首歌。你觉得呢？我确实录了好几个 demo 上传，不过那个时候都不懂，连网名都没有注册，就是自己唱着玩的。而且我自己都不记得我上传了几个平台，而且那种素材打包下载的成千上百都没有名字，你怎么知道是我啊？我不知道。那我找了好一阵子，没结果，就算了。但是你的声音我记得，很特别。就算过几年再听，也能认得出来。我和冯小松有个习惯，喜欢去各种不认识的聊天房间听人聊天。我们两个工作忙，但配音演员需要不断体验生活。哇，听陌生人的聊天，胡椒猪肚鸡也算是一种方式。好吃。我们呢点的是红白锅，白锅就是鲜汤，红锅就是台湾式的血和老豆腐。啊，你知道油辣的红汤煮出来的血和豆腐味道有多正吗？生生，你是在自我折磨还是在报复我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猪肚和鸡炖在一起有多鲜。你想啊，把汤熬成奶白色，汤里有着浓郁的药材味和胡椒香气。哦，我发誓，市一旁的那一家绝对能排上猪肚鸡火锅前3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这是一道广东客家的名菜，有时间的话，也可以自己在家做。做法其实也不难，就是需要一些时间，而且猪肚精细起来会比较麻烦，配料尽量配齐，会很有养生的效果。我记得有红枣、党参、玉竹，还有枸杞，剩下的就是一些常备的调料，盐和白胡椒粒什么的。当然，料酒和姜不能少。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鸡要放在猪肚里，用牙签封好，
小火慢跑。我在隧道里，信号不太好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加班去超市买东西，然后呢？然后，然后就该去做椰子饭了。你怎么不说完？你先说完。嗨，孟老师来了。嗨，先生。不是，张哥，你不跟我说就你一个人吗？这样就显得我很尴尬，好不好？你早知道把匪少叫过来。有什么尴尬的？走。先说。先做饭。先说。对，先做饭。我饿了，你看。你也做，站着干啥？你先说，先说。那你们俩忙着啊，我把门帮你们关上。谢谢。先说。哎呀，本来这个椰子饭呢是给你做的，现在看来要跟大家分了。我喜欢和大家一起吃，你先说嘛。先做饭。做饭不可以说吗？当然了，做饭要专注，对吗？喜欢吃甜一点。这个给你的，甜一点。这个要蒸多久啊？蒸1个多小时，蒸完以后还要再焖半个小时。那刚好，你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快说。后来的事，你就都知道了。所以我们很早就认识了，只是你不知情。这首歌你作曲的？你跟他说过？他在我电脑里存了几首，我经常听。因为平时在医院工作比较累，比较忙，听到他的歌，整个人会轻松很多，是个非常不错的消遣。我们俩认识就是从他写歌认识的，我算是他一个不知名的小粉丝吧。刚刚你在楼下说的都不是真的。什么？你是我的粉丝？你不怕以后被拆穿啊？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如果你不说，我根本都……就算你现在说了，我都不敢全信。我不会骗，江青瓷更不会骗生生吧。